已经迈入第13档的新华年会大街，已经成功营造口碑，成为过年前知名的活动。市府30号盛大举办记者会来宣传，对2月2号开始，都有170台美食伴手礼，甚至办到料理的选择等特色单位拢有，要让民众一摆满足。加上精彩表演节目，让人相当期待。市长委贴嘛亲自到场为活动代言，希望拼人气、拼买气，有个再创2000万的业绩。一个汽车，油电混合车，100多万的，所以足侪大奖等你来抽，所以你会当不但来新华年货大街消费，会当参加新华年货大街抽奖，佫会当参加。咱的这个台南购物节双重抽奖所以伫遮欢迎大家来节目嘛足精彩的嘛有足侪好的表演，欢迎大家来，有食佫有掠佫有通看。今年新华年会大街对2月2号到2月7号，同款伫新华老街周边登场，要互消费者好买好耍过好年。台南新闻古文集采访报道。